一大片黄白相间的杭菊花海，浪漫紫色点缀其中。每年11月初，杭菊节登场，来到苗栗就想置身仙境。杭菊花不仅美，花茶的清香还能在口中回甘，游客中心里人手一杯。味道还蛮甘醇的，好喝还能带着走。杭菊茶就来自这样的制作工厂。只是新鲜摘采的杭菊要变成杯子里散发香气的杭菊茶，可是耗时又费工。幸好客家庄里长大的产销班班长张焕文不怕苦，按部就班打造杭菊王国。种植杭菊有30年经验，这2年张焕文把变种的紫色、红色杭菊作为观赏用，吸引更多游客的目光。每年杭菊盛开的观光季，替农民带来上千万的效益。不含农药的杭菊茶更是已经打响名号。说我们农会呢也会发一个那个标章，就是检验合格的标章。好，那消费者买回去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安心使用，这是绝对符合标准。杭菊鲜花品质好，还得要经过繁杂手续。杭菊盛开1个星期后进行第1次的摘采，一次花期只有3个星期，分3次采收。新鲜杭菊整理后，等着烘焙长达16个小时，也要等着花香密封，干燥杭菊才能出炉。农民们欢喜迎接辛苦1整年的结晶。农民发农呢，就是要从定植到摘心，到施肥管理，到除草，就是这8个月漫长的时间。其实花的管理是很辛苦的。就是这股应景的客家精神，张焕文将心血投注在杭菊的推广上。如今终于盼到一朵朵杭菊盛开成花海，绽放在茶汤中。要让在苗栗盛开50年的杭菊，在下一个50年、下一个100年，永远美丽下去。紫红交错的杭菊花海，收集孩子的笑声。黄白相间的杭菊花茶，蕴含午后的惬意。张焕文用应景打造杭菊王国，这美好使我感动时刻。